各位觀眾，歡迎大家收睇經犬與查查。我哋今次會講下牛仔牛女。牛仔牛女以穩定、勤力、務實見稱，佢哋係好可靠，但唔中意改變。2026係赤馬年，火氣旺盛，牛仔牛女係屬濕土，同流年形成害太歲，所以牛仔牛女係今年都會面對好多挑戰。一向勤奮嘅牛，老細讚你唔使唞，辛苦耕耘莫忍受，功勞回報別人偷。有血有汗嘅薪酬，消耗淨盡冇得留。諗住送花氹好女朋友，點知睇戲瞓着更加嬲。咁有咩水晶可以幫到各位牛仔牛女呢？有啦，黃水晶。財運方面，黃水晶係公認嘅財富之石，佢唔單止可以幫助牛守住正財，仲可以吸引意外嘅財富。今年牛仔牛女特別容易因固執或人際壓力而情緒低落，黃水晶有提振士氣、增強自信，令牛變得靈活變通。由於流年火旺，牛仔牛女容易焦躁，佢哋帶住黃水晶就好似飲緊糖水咁，將今年嘅衝擊變成自我成長嘅養分。有咩產品啱佢哋啊？經犬有唔同造型嘅黃水晶擺設，包括有黃水晶角柱、熊仔、獨角獸同蘑菇。佢哋實用有精微。牛仔牛女今年有黃水晶，就算害太歲都咁精靈啦。另外，經犬仲可以根據大家嘅出生日期同五行需要，幫大家度身訂造最啱你嘅手串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記得私信留言俾我哋。我哋下次會同大家講虎仔虎女，下次見，拜拜。